来，这个今年第8号的风台米雷已经来形成，这个风台在行的路草，是离台湾愈来愈远，对台湾未有直接的影响。今仔日中南部有局部的短时强降雨，西南沿海地区拄好拄到年度的大漏水，这个地势较低所在都要注意海水倒灌。另外，南部马来线长影，提醒在地乡亲要注意。 台湾各地照计讲高温行伫落强要引起啊，各地真侪所在侪份好天，温度拢真高。受到高压的影响，而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在花东纵谷、大台北盆地以及宜兰的河谷地区，仍然可能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。12号会知影热带性低气压架起来，正做第8号轻度风台米雷，伫日本南边海面上，伊朝为北东转东北，往日本的方向架过去，所以 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，不过赶快要注意过度落雨。比较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区域，主要会在各地的山区，以及中南部的平地和桃园以北的平地。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，中午过后，尤其到下午傍晚这段期间，外出活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。另外，气象局嘛提醒，8月12号到15号海水甜流，桃园以北和嘉义以南地势较低所在，拢要特别注意。沿海地区要注意 海水倒局，或者是有的所在会做大水，民众若要去海边活动，嘛拢爱加看海水的变化，加注意家己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